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，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站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，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金了，先生，这样子，你看一个囡仔操遐大，有啥贵？无诶，我拄好看一个囡仔好遐尔细汉。哦，多谢。金龙，金龙，金龙，阿母，啊你找有无？找无啦，要安怎？哎呀，这个囡仔哪会讲伊要走去倒啊？是你啊，无你去安放遐找看卖啊，好无？我哪无收到啦，我进来吼，我来迄边找啦。金龙，金龙啊，金龙。等一下，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坏小孩，坏小孩，抢我的爸爸！你爸爸是谁啊？我不知道。你敢说你不认识我爸爸？我爸爸叫陈昭喜，做警察的，是阿喜叔叔啊！你还说你不认识我爸爸？以后不准再牵我爸爸的手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他是你的爸爸没错啊，可是他也是我最喜欢的叔叔，他也很疼我啊！不准你喜欢我爸爸，我偏偏要。我警告你哦，不准再碰我爸爸怎么样？否则我对你不客气哦，我偏偏要。不准喜欢我爸爸，不准！哎。阿母，你回来啊？啊，今日有功课无？面了啦，啊你面哪会鸟啊呢？是互人鸟的啦，是谁给你鸟的？是阿姨阿姊的查某囝，伊讲吼我像伊阿爸，妈。乖。烦恼是呀，这个囡仔吼，他会安尼啦，查看无呀，有无？有找到无金龙啊？找无啦，哇，要安怎？找无啊？好啦，莫烦恼啊啦。就是讲吼，我嘛毋是挑伊顾的，这个囡仔实在是吼，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听话？我叫他跑哪儿去？我到处不找你。阿母，金良诶，有伊消息无？无啦，规庄仔头我咧找透透，拢无影食啦。啊，玉凤咧，我来问你看下。哎哟，玉凤也袂转来啦。哈？还袂转来？你个什么时阵啊？都对，应当嘛爱放学啊，讲到这个时阵也袂转来。玉凤也没回来。对呀，那边金龙，两个人都到哪儿去了？我都到哪儿去？妹，秀玲啊，你来呀！秀玲，你什么时阵唔转来？那边救这个孙啊！我妈妈死，阿姨为了无用你的代志，连我妈妈最后一面都无看到。我心肝头当然我嘛无欢喜，我拢忍落来。我的囡仔看到阿姨来替你的囡仔咧办转学，我的囡仔感觉足奇怪，我嘛替你解释啊。即摆好啊，为了要替你修理厝，我放下两个囡仔啦。你有替我想一下无？你要叫我安怎啊？吼！
影代志这么严重呢？是咩？这拢是我唔对啦，秀玲是无辜的啦。我知影，伊当需要人帮助，啊，不过，敢袂去替我想一个？哎呦，是咩啊？敢有这严重哟啦？啊，迄两个囡仔都，哎，秀莲，啊，等唔好徛喺门口讲啦，你把你来，是安怎啊？这我有代志哦。哎呦，明玉啊，啊，他安尼啦，啊，囝安尼一分一分是安怎？是恁家的囡仔甲我领的啦。啊，阮兜的囡仔是毋是金良啊？哈？毋是啦，是一个查某。查某。玉凤哪会拍人呢？哎呦，他会袂，啊，他因大兄金良啊吼，迄都甲你讲啦，好的毋教，拢教迄落歹的啦。我的囡仔歹，我的囡仔毋好啦。秀玲，你带你的查某囝来，是要叫我陪做上？好，我甲你下死礼啦，看要偌济医药费，我陪互你，你讲啊，安尼毋就好啊？是咩？是咩？秀玲啊，你知影我毋是这个意思。我知啦。秀玲，什物时啊找囡仔，找规人拢戆去，当咧风火头，你莫见怪。我去甲囥一下就好。两个囡仔说，到即阵还袂转来啦。又甲我了，敢安尼是安怎？哎，这个实在吼。是咩？你莫烦恼啦，我拜托派出所的同事吼，去甲咱斗找啦。其实吼，秀玲足早是要来看你啊，只是伊即马拄仔转来尔，厝还袂安搭好势，头路还袂找好。今日明玉啊，互玉凤拍伤，伊毋是来斗的啦，伊是来了解一个情形看卖。拄仔我讲话，口气是有较歹，我会去甲伊下死礼。啊，不过我咧伤心的是到即阵，你的心还搁伫伊遐。我哪有啦？我毋是去找规工啊，我拜托人去甲我斗找。庄仔内也无偌大，找几工你找无？你敢袂去想办法去别庄去找啊？毋是干那转来替秀玲讲话，惊我误会伊。迄是拄好伫听你含秀玲。你还搁讲无？咱两个人是翁仔某，你是毋是应该开我的立场替我想看卖？想看我即摆上需要的是啥？我即摆上需要的是我会知影我的囡仔走去倒啦。你敢袂用甲你的心去恁两个囡仔的心上？先莫管秀玲安怎想，好不好？歹势啦，我无想这点。你当然嘛想过这点，我真无爱讲，你心肝内还阁有秀玲。我今仔日答应嫁予你。是因为你会当接受我甲郭强生的囡仔，若无，我是无要甲一个心肝内有别个查某的人斗阵生活。啥物人无过去，我并无怪你，但是为了将来，你若讲安尼放袂落，叫我吞忍你。迄是你想过自私。一个人无可能长时间去原谅一个袂用完全爱伊的人。你若继续安尼落去，咱的婚姻只有一条路，个人行个人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
金龙，我打了明玉替你出气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不好，我离家出走，你又打人，那个老太婆啊，正在等着我们，要修理我们呢。可是我肚子好饿哦，安保叔叔又不在，还没有回来。没关系啦，你不要怕啦，你忍耐一下啦。有人呢。安保叔叔回来了。安保叔叔，安保叔叔，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，喜妹，喜妹，不要叫我了，妈妈没有在这里。我们不想跟妈妈住，想要跟你住。跟我住。你妈知道吗？知道啊。金龙，你在撒谎。如果你妈妈要你跟我住的话，一定会亲自把你们交给我，不会让你们两个孤孤单单在这儿。你们一定是偷偷的离家了，妈妈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阿妈骂你了？不是。那为什么？那就是你参加棒球队成绩没有达到80分以上喽。都不是啦，是妈妈打我，就不要我们。妈妈打你？对啊，妈妈有了爸爸的小孩，就不要我们了。走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跟安邦叔叔老老实实说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是的啊，哎，你规暝无困，你哪会用的啦？阿姨啊，半暝就去找啊，去困一下啦，好不？好，是的，两个囡仔，你加烦恼。你来讲安尼啦，你讲安尼哦，决定都歹势啊。我嘛有唔对的所在啦，啊是讲哦，迄两个囡仔哦，嘛真无乖呢。阿姨啊，阿姨，有找到无？嘿啊，找到无？无。哎呦，找无。找这边找。天啊！阿喜，喜妹。阿婆，你知不知道两个孩子跑到哪儿去了？我都快急死了，我真是对不起国强。没事儿，我想这是小孩子心理问题，好好跟他们说就好了。啊？金龙，渔夫，进来吧。转来啊！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都你加载哦。妈妈，哎，我一个乖孙的嘞。啊，你们两个可把妈急坏了。哎，谢天谢地。刘老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两个躲在我的书房里面，所以你跟你的同事去找了几次都没找到，直到我回来啊，发现他们两个都快饿昏了。啊！哎呦，要紧哦，啊你哪袂食啊？要紧要紧，阿妈进来煮物件你食哦，小弟念你好哈，拿来啦哈，我来阿妈了，哎，肚子饿坏了啊。安邦叔叔啊，已经弄给我们吃了。啊？那你怎么不跟阿妈说啊？金龙渔夫，过去啊，我太疏忽你，以后我一定多花点心思在你们身上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也有错，以后啊要多体贴大人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知道。刘老师，谢谢你们送他回来。来，坐吧，坐吧，坐。我们进去洗手。好。我希望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再发生。这次他们还可以到我那儿去找我，我怕以后他们可能无处可去。啊？喝茶。这怎么说呢？我申请调职了。
调职？为什么？我跟我在大陆上一个同学联络上，他现在正在台北教小学，我一个人在这边也挺寂寞的，所以我想跟他调在一个学校教书，这样子大家也好有个伴。李老师，恭喜你！恭喜我！对呀、到台北去哈，台北人多，地方也大，这样呢比较容易找到结婚的对象。啊，妈，你们两个一定要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，这样你们才会安下心来，大家才会相处得好啊。可是阿妈不喜欢我们。对啊，阿妈又不喜欢我们。阿嬷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对你们还是很好的。她供你们吃，供你们住，还供你们读书。你看你们刚刚回来说肚子饿了，阿嬷马上就弄吃的给你们。阿嬷爱你们的方式跟你们奶奶是不一样，可是爱你们的心跟奶奶是一样的。玉凤，你把明玉打伤了怎么办？我是替金龙打的啊。就算你替他打的，你也是打人啦。金龙，你说过知错要改的，你现在说说看，该怎么办呢？说啊。好啦，我知道了啦。你是不是要我跟玉凤去向明玉道歉？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哦阿母，有找到阿公无？无找着，啊，毋过附近的人讲，有看到阿公伫咧捡歹人旧车，毋过已经是2、3天以前的代志啊。阿公已经失踪3天，那也是拜托阿姨阿姊甲咱斗找。唉，袂用的，免叫袂用的。阿姨阿姐已经足无用的啊，顶一摆为着咱的代志，害伊的囡仔误会，所以咱袂用的麻烦伊，吼。咱要安怎？无要紧，阿母会搁去找，你紧去读书吼，莫烦恼啊。玉玲，啊，师妹，啊，阿姨，来，啊，这两个囡仔这么大汉啊？嘿，金龙玉凤叫秀玲阿姨。秀玲阿姨，乖，林瑶，来，替阿母去泡茶，紧。我无安啦，伊泡啊，我不欢迎伊来阮家。哎，这个囡仔哪安尼啦？哎，玉凤是为了我才打你的，我们已经向你道歉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要道歉的人还那么凶啊？你才凶嘞，没礼貌。妈，我们已经道歉完了，我们走吧。金龙，不可以这样啊！我们来道歉呐，要诚心诚意的啊。明玉啊，今日我玉凤吼是足细心来回失礼啦。你若安尼，因会惊到咧。明瑶，啊你上听阿姐的话，紧去泡茶哈。来遮坐啦，师妹。来，好，谢谢。阿姨坐啊。明瑶，啊你茶泡好未？你紧出来啊！好啦。秀玲，阿伯咧？我还唔知影，已经失踪2、3天，拢无看到伊的人影，我唔知伊走倒去啊。这几天落大雨，到这还袂转来。就是讲啊，所以我足烦恼的，我足惊伊发生危险的。